你反是废弃吧？喜秋吐秋口，春风刺松丢银线。本见
回去。娘子，你家离开长安，就得爷爷也好。你爱嘅抛下父亲，不管吗？你回去，叫我容易不口嘛？二三，是你害得我父亲作祟，那是我嘅父亲有口不测，佢一面爱绝对唔会投降。娘子，你太爱讲，所以有心证明，无力回天呐！给你。投降未出你的，为上人下下照做，讲起爱，反倒无冒险，牛当就难上天，上人黑你，是非难辨。天亮送出，爱吉祥小众，想到投降，以爱的比较，只是无福所害。天哪！天哪！论比，必速其事；论你，你所困顿；论心，难道上以恋爱刺激的心，就令你主宰？再讲，宁不怕，宁见他吗？来了骑马，
上，自古好，自古好。一三，你就不从了。娘子，你怎去？爱怎去？一天爱转天，好，送去，劳你一同恢复。你讲乜嘅？甜蜜菜，送银器，甜蜜不菜，送银灯台，甜蜜有困天了，送银送神不痛。父老，娘子，有件事难也已难，东风故里。发苍，春蚕都是似风起，那一生海。春蚕多是似风景，那个生飞女是看。春蚕多是似风情，那就是为泪是干。你手艺，你衣裳，爱你记得。今日一面苦难，来日你那是一朝未干。天爱为爱的父亲写情言梦，你用此去才发，其实其实，见面与你又不相见。娘子，投降，领。投降，你奉了李松仁的笔架，办到佢王茂言，文见一干，你那个少量鸟子嘅，真是高明呐！可惜，那李松仁空有满腹才华，却不愿家人来扭动。那么，我兄弟齐心，朝堂之上必有一番的作为。以此讲来，投降还是忘不了李雄啊！哼，
李松英去，冥顽不灵。陶兄，你王莽言一干，你得意写了左右书，相信不久，李党就要灭了。不错，朝廷无常，你应该趁胜对决，速战速决。少爷，牛相有心到来呀！不爱，你下去吧。用办，你为何面带笑容呢？唉，突犯再次兴兵来犯，便寡很波及了。给牛相给意思嘞？朝中能征诉突犯之人，唯有他王茂言。啊！太爷，三思啊，千万不可兵符归山呐！实属无奈，李德义已经双手万岁，王茂言已经从中竞权，抵抗突犯了。殿太爷，李公子求见。我有事，本日手带一事。准备。陶兄，趁此机会，好好笼络李兄，基本是有用处啊。言之有理，只爱其背信正义，我兄弟联手，还是做得太平战役了。好，你的兄弟相会，我先告退了。强力二散。陶兄，好你给你二散啊！那个时候，咱能让为兄不替你操心呐啊！宋英身负平替，当蒙陶兄操心嘛。来，陪为兄领几杯，上酒。领。医生啊，记得10个年前，俺没注意，将了父亲最爱的如意打破了。记得，当然记得，恩是非常熟悉呀。唉，想当初啊，不给如果将我救，把爱同手归在天。送一口情非极品，送叫开他陪兄弟，两提亲20年里，哦，不以共永不悔。天可明心心中记，兄弟永留是相随，兄弟两路是相随。一
山。兄弟情谊是年从，同从共度好时光。虽不同乡，身同胞，夫是彼此情高永。在你前场必爱公，期盼细数真成功。天时良机免离动，那为你呀是啊图爱，强运来送啊！多谢兄长，清晨以后只是情思危机，所以今日前来替兄长求情啊！求情，哼！给俺上下来问你，是为王延米求情，还是为王茂言求情？这那是为王延米求情，不过是2、5事情；那是为王茂言求情，那就是非不分了。是叫冯茂言，乃是一言副将，曾为朝廷立下战功。冯延明乃是宋金之妻，所以义公义士，该不能互通其宗啊！有这人修书捧干呐！你同意呢？小木难调我头弄，心思果是不风波，因为事情已变多，我爱为你都操劳，因为事情，因为事情已变多，我爱为你都操劳。兄长啊，为师受天不相中，事情太后梦见了，自安平风将吹光，行开送医并轻松。这两步神必有手，2、5事情爱并一旁，我会那种真情团，我用心灵去贴望。玉神海也都用上，无人之人系不良，年少无辜吹命错，自古正道多血讲。兄长啊！为天要将人命丧，江水共存黑骨松，不怕人心很牛动，敢走敢为天太堂。你不自量啊！你手之兄啊！你心太空啊！你太空风爱嘅可以用天啊！